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致謝議案。喺呢個環節，我會聚焦呢係講講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尤其是呢係同民生息息相關嘅安老同埋醫療方面。長者回鄉安老呢已經越嚟越普遍，而其中慢性疾病同埋曾經譬如有過中風等等嘅人士，佢哋最關注嘅呢可能係康復治療同埋醫療服務。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空間就好闊，可以鼓勵長者多走動，係康復治療嘅理想空間。但係香港呢，就有最先進嘅康復治療科研啦、人員訓練啦，同埋我哋嘅服務呢係好國際化。不過我哋人手空間又相對緊張，所以兩地喺康復治療方面呢係大有進一步合作嘅空間，包括兩地喺康復治療嘅科研交流合作啦，同埋以香港經驗作為基礎，係推進港人喺內地城市接受康復治療服務。咁相信呢可以有效咁提升到市民去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嘅信心。而醫療服務方面呢，我樂見長者醫療券呢，而家已經喺大灣區好多城市呢係可以使用。目標當然係等香港嘅市民可以安心喺內地工作或者係安老。而如果佢可以喺某點係報銷到醫療券，差唔多呢個就等於政府幫佢揀咗呢個地方呢，就有個 Q 嘜係個信心嘅保證。而內地藥物價格就係另外一個香港人好關注嘅問題啊，因為兩地價格嘅差異咧係比較大。咁當然啦，香港呢，我哋有一個正品嘅招牌，而呢個招牌咧係無價嘅。但係市民嘅經濟能力確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一啲重病嘅藥物咧係相當之昂貴，而且需要長期服用。我哋嘅價格甚至比周邊一啲發達經濟體仲要貴幾倍咁多。咁如果內地某啲指定嘅地點啦，舉例佢係可以承認香港醫生開出嘅藥物處方嘅話呢，亦都可以俾部分市民係選擇去內地購買藥物嘅市民呢，係多一個選擇喺內地揾到配藥嘅一個可能性，亦都有機會係對一啲大藥廠構成一個價格嘅壓力。整體嚟講，造福翻香港整體嘅市民嘅。嗱，近月咧，我越嚟越清楚咁睇到咧，我哋香港嘅醫療體系除咗有公營、私營兩個支柱之外咧，已經逐漸出現咗北上就醫嘅第三個支柱。嗱，北上就醫呢個支柱咧，不容忽視嘅，亦都已經成為常態。咁確實佢性價比咧係回應咗部分市民嘅需求，但係又產生咗一啲問題、一啲挑戰。譬如如果北上去做一個掃描，咁或者化驗啦，咁然之後攞個報告翻落嚟，而香港嘅醫生係需要依賴呢個掃描或者呢個化驗報告作出一啲醫療決定，做唔做手術啦？譬如咁嘅時候呢，個專業責任又喺邊個身上面呢？咁嗱，向來香港呢就依賴本地嘅標準啦。如果醫務化驗師我哋有佢哋嘅專業水平，如果係譬如專科醫生呢，亦都係醫專去睇住佢哋嘅標準。咁我哋亦都咧不嬲係接受本港以外嘅一啲我哋叫國際標準啦。咁一般都係香港嘅標準嘅來源地嘅地方嘅國際標準，我哋都接受。咁而呢啲地方咧，一般佢嘅標準係獨立於聘任機構，由一啲醫學院啊或者專業委員會去負責。咁而香港專業人員嘅訓練同埋評審機制咧，又可唔可以係譬如定點咁推展到內地嘅一啲城市，等香港醫專下屬嘅一啲專科學院佢哋可以認證個別內地嘅醫院或者部門，又或者係某個職稱等呢啲人士佢哋發出嘅報告，我哋香港醫生咧係可以有所遵從啦。醫療服務咧重點咧，係當然係回應內需香港自己需求，但係我亦都覺得呢，我哋嘅大門應該係打開呢，歡迎大灣區全國以至全球嘅人民呢係嚟香港就醫嘅。呢方面我好希望政府呢同業界呢係有個合作，講好香港醫療衛生嘅故仔，提升我哋喺全國範圍之內嘅聲譽。主席，深化粵港澳大灣區人民嘅往來、工作同埋生活同埋醫療康復生命科技呢啲發展合作仲需要進一步加強嘅。我謹此發言。